係間字，咁我寫咗間字，跟住我讀間。間中間。係。時間。門間。係鄉間。鄉間下間。瞬間。就係鄉間。鄉間。中間。時間就唔啱啦，佢轉咗名噶，因為中文咧會變音嘅，咁就時間啦。時間，所以佢有兩個讀音係間同埋間。間 ，OK。中文最難學嘅地方就係佢會變音嘅。他們的房間相間有序，係啦，相隔有序。咁即係話呢個咧，亦都可以叫隔字啦，中隔嘅隔啦，相隔有序啦。天下間呢個是沒有可享足，天下間是沒有坐享其成的美事。簾子。係啦，好句子，每個牆上都掛了簾子。清晨起床，拉開窗簾，一縷明媚的陽光照進屋裏，窗戶可以隔絕外界喧囂，讓人們享受安靜的生活。好叻，好叻，好叻！喝好酒，狂風之迷，小明失去生活。睇到句子就，我哭就得㗎啦，我哭就搞掂啦。咁啊，做死了又做死，純死啊，做死了就得。小紅蝦餓死啊！夏天光子壞子唔得，東西花壞花西。花來或一風照啲，花開搞掂，光又得，風來。小明他要死，活得不但在火西天。小明要死，花字喺呢度，花字跟住咧，好壞，係跟住咧，白菜，係跟住咧，喝完酒，係跟住咧，要醒。好啦，咁留意啦，因為呢字嘅呢個敵我咧係簡體字嘅敵字嘅。咁我就後期咧加翻個敵字嘅繁體字嘅敵字得唔得？好壞個壞字咧都係簡體字嚟嘅，真繁體嘅字咧比較多筆畫。留意呢個壞咧土筆咧係簡體咗嘅，全部都係繁體字，有啲繁體同簡體字係一樣嘅。咁所以我哋學多樣嘅簡體字係冇壞嘅。跟再嚟一次花字敵我好壞，白菜完酒要醒。叻仔，好